南部科学园区的特定区继续咧开发，台南安定区附近的农地，短3年就飙起10倍。为过去以分来计算，即马就要用坪来划价，算咧，每一分地飙到4、5千万，嘛，互台南安定区加出着150个亿万的大富翁。 台湾钱因靠北因过公庆，真侪民众若想起，就欢喜甲目屎甘目钱。真侪少年仔不了解过去景气好时，如今来看台南安定，敢有3万人口的顺福乡镇，竟然有150岁财产正息，真够欠钱。80几年来先20几亿，奖金要突破100亿，伊这老的。 钱一定拢放伫农会啊，伫农会出入的关系啊，农会这算100年老店，对因来讲足方便。3年前，南科特定所在开始伫咧开发，佮加上台积电设厂，安定区的土地价数飙悬10倍，真侪芳园农地正做大金库。3年前，这土地用分计算，一分农地价数超4、500万，短3年，即马全部改用平做单位，算落来，每一分地飙悬到4、5千万。 在区段征收内的农地呢，它现在一分大概也到4、5千万的行情，也就是说一坪的话，大概在13到14万左右。本来我们这边很没落，因为台积电带动的关系。有南科家人也无啥影响，是到即摆台积电搁设厂伫遮，安尼遮土地全部迄边拢会借着，安尼大怎啊？ 就是因为安尼，农会当年欠增加8、9亿，唔过有特定所在开发含台积电设厂，唔敢有安定，用存款总金额来计算，台南永康真着规钱都会行农会，存款拢超过100多亿。而安定区只是南市的第5坪，互大家看到台南市真正是乌干底豆油，正港正做，南区钱伊唔靠北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